或者清明連假呢，國道的車輛是真濟，也若天氣呢嘛無介穩定，濕濕雨是安尼直落。氣象署表示講，對今仔日開始會連續落6天的雨，尤其明仔載拜六呢，這全台灣攏有可能會落大水雨。若要好天，可能就要等到後禮拜四。清明連假第一天，北部的雨水真高。俗語咧講，清明前魚就高平，清明午魚必下水，就是咧講天氣的現象。清明迄天，若是好天歸日，日後就會交雨水；若是迄天有落雨，後日顛倒會可旱。氣象署指出，清明連假4天攏會澹漉漉，尤其是拜六禮拜受到鋒面影響，雨水會較粗，全台攏是雷雨區。特別是在明天這一整天當中，鋒面的結構是比較完整的，所以明天的話，降雨的話會是最多的一天。還要留意在西半部地區會有短延時強降雨的現象，而且會有大雨甚至是局部豪雨發生的幾率。氣象署表示，禮拜雨水會變較細，後禮拜一閣有一波新的鋒面出現。拜一、拜二2天全台攏會落盡雨，拜三從北部、中部會出現盡雨，挨到後禮拜四全台灣才會出日頭。這波雨勢會連續落6天。氣象署指出，關心三月底中南部水庫欠水，應該當趁這波的雨勢補回來。那對於水庫來說的話，會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幫助。那實際的進賬量有多少，就要再看看實際的下雨的狀況，還有位置來定這樣子。因為落雨的關係，天氣轉涼，各地高溫在24度至27度之間。氣象署建議，連假4天想要美雨的民眾，建議對中南邊去，才有機會看到日頭。記者陳亞軒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